一、二、三。感谢你一切为着阮，辛苦无休困，天也未光，就已经在传早长。哎哟，阿母哪会拢无困？想着你开国强迄时阵，阿母提锁开互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喙甲人相招问。伊目眶红红，目屎目来吞。伊讲烦恼甲昨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头路愈无用，故乡的路愈远。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绕绕。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来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哎呀打破大家的西洋镜呢哈，这是这个谐星这是这个呛辣女王杨秀慧演唱的《阿母的美丽与哀愁》这首歌呢。同时嘛是你看这首歌呢，2013年8月20就播出了他的专辑只有6首歌这是其中的一首主打歌那个目前是民视豆腐妈妈的片头曲，不过白冰冰女士呢又重新翻唱这首歌其实也是白冰冰女士的作词做歌词是白冰冰女士白冰冰说她妈妈其实对她年轻的时候她小时候的妈妈对她非常严格，这是她梦想中的妈妈妈妈很疼她，这是她梦想中的妈妈。作曲呢是已经离开我们的叶圣钦，叶圣钦很年轻就离开了但这是他的，应该说这是他的遗作当然这首歌在2013年的时候杨秀慧就发表过了作词是白冰冰目前是民视豆腐妈妈的片头曲。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这首歌 C 大调44拍子，速度68比1分钟60秒快一点点来前面3拍是停的是休息，我们第4拍的第4拍下歌，而且第4拍是一个4连音0561手拉哆但是第一个音的0要休息，所以休3拍又1/4拍，1、2、3，手拉哆瑞哆啦啦瑞哆，再一次来听手拉哆瑞哆啦啦瑞哆，感谢你一切为着阮，感谢你。刚刚介绍过，前3拍休息，第4拍下歌，而且第4拍是个4连音的，第一个音还休息，这是个第4拍。第4拍是什么？我们国歌就是后起拍子，第4拍下歌的歌那第4拍呢是个弱，4拍子的歌曲呢，它是第1拍强，第2拍这个弱，第3拍稍强，就是比第1拍没那么强一点第4拍弱，所以第4拍这是个弱拍，所以我们通常在第4拍下歌的歌，我们叫它弱起拍子这是个第4拍下歌的歌。感谢你一切为着阮，阮这个字呢，要先读一个古，国语、台语、日语、语的台语然后加后面读一个问，阮。这样才有完整的读完感谢你一切为着阮这个音呢，前短后长 ，redo 前面1/4拍，后面3/4拍。请让阮那就不对，阮在前面要短一点。感谢你一切为着阮，哆来哆来哆啦。哆来哆来哆啦，辛苦无休困，它是辛苦也是后半拍，不但是第4拍，而且是后半拍，前半拍休息来，哆来哆来哆啦。辛苦无休困，辛苦无休困。
无休困困完了后面还有3拍，辛苦无休困，咪啦咪，天也未光天都还没亮天也未光也未光这个光呢是第2拍的后半拍，所以这个模呢还没有亮的这个模呢要延长半拍，天也未光光是后半拍，天也未光是这个就已经的前面3/4拍休息，所以你不只停半拍，还要再停更久一点。停啦咪瑞咪，停啦咪瑞咪瑞咪嗦二，啦咪瑞咪瑞咪嗦，就已经得穿插长二，天也未光。就已经得穿插长二，瑞哆咪嗦咪嗦嗦咪，瑞哆咪嗦嗦咪嗦啦嗦咪，再一次来，瑞哆咪嗦嗦咪嗦啦嗦咪，这个咪呢，哎呦阿母那也拢无困，这个困是第4这个4连音的最后一个音，后面再延长一拍，瑞哆咪嗦嗦咪嗦啦嗦咪。哎呦阿母那会拢无困，哎呦阿母那会拢无困，哆哆啦哆哆哆啦咪嗦，哆哆啦哆哆哆啦咪嗦，哎呦是第4拍的后半拍，想到也是停，哆哆啦哆哆哆啦咪嗦，想到你开高阳去时阵。同学问我说：“彼时尊是什么意思？彼就是那个了，那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写中文，这个时候的这这时尊这时尊那个彼呢是迄时尊不一样想到你开高阳迄时尊，尊请要收口，不是闭口，尊这个感谢的感呢是闭口，老是空音口对不对？旁边写个闭，这样的感谢这个时尊呢，尊你要把口收小一点想到故你开故乡去，哆哆啦哆哆哆啦咪嗦，想到你开故乡去时阵，瑞咪啦瑞咪啦啦瑞哆阿母，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华音，但是呢，我的歌谱呢，歌谱因为这个这个软体，我怎么打它都要让我打成这样才行瑞咪瑞咪啦咪啦啦瑞哆，瑞咪啦咪啦啦瑞哆，瑞咪啦咪啦啦瑞哆，阿母摕手开予阮。阿母摕手开予阮，哎呦阿母哪会拢无困？想到你开故乡迄时阵，阿母摕心手开予阮，阿母摕手开予阮。来，过来呢，来，我把谱拉一下。瑞咪咪瑞咪瑞啦瑞。瑞咪咪瑞瑞咪咪瑞呢是一个4连音，咪瑞前半拍，啦后半拍，瑞咪咪瑞咪瑞啦，瑞咪咪瑞瑞咪瑞啦，加咪瑞咪那个加阮出外爱有分寸，加阮的这个加呢加阮出外。加阮出外所以呢，我加了一个滑音在上面带下来。加阮出外爱有分寸，加阮出外爱有分寸，分寸呢前短后长有没有？我用红色框框把它框起来。瑞咪咪瑞咪瑞啦哆啦，加阮出外爱有分寸，啦咪瑞啦咪瑞咪啦，啦咪瑞就爱，因为只有半拍。啦咪瑞，啦咪瑞，啦咪瑞咪瑞咪啦咪咪啦咪瑞瑞咪瑞哆哆，就爱加
着爱好喙甲人烧笑问，着爱好喙甲人烧笑问。阿母摕所费互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喙甲人烧笑问。停，好，那这样呢？哈，这个前面这一段呢就唱完了。来，我们从头来。感谢你分世为着阮，辛苦无休困。天也未光，就已经在穿插长儿。哎哟，阿母奈落无困，想着离开故乡迄时阵，阿母摕手开互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喙甲人烧笑问。停，哆哆哆嗦啦，哎。哆哆哆有3个哆，可是第3个哆是高音的，头上有一点，发现了吗？停，哎，这个一的前面停3/4拍，一脚底下2条线啊，哆脚底下2条线，只有1/4拍，所以休息长要唱的短。停，哆哆哆嗦啦，停，哆哆。哆哆哆嗦啦，停，伊目可红红，伊目可红红。目眶这个目眶呢，目是有附点的，所以目较长，这个科较短的。停，伊目可红红，哎，这样才对。来，停，伊目可红红，红，请要进鼻子啊，那红要收尾音。停，伊目可红红，咪啦啦嗦咪嗦，咪啦啦嗦咪嗦，目屎目来吞。目眼睛的这个目呢是后半拍，咪啦啦嗦咪嗦，目屎目来吞。好，来目口昂昂来接来停，伊目口昂昂儿，目屎目来吞。来，目屎目来吞。瑞咪瑞咪咪瑞，哎，啊对，这里一共烦恼加渣迷拢无困，渣迷也是一样，这是一个这个滑音啊，渣迷。渣迷啊，但是呢，你看我画了这么多条线，你要唱谱有一点困难，但唱歌词就简单了。渣一厘尔咪啊，给它连过去，对不对？瑞咪瑞瑞，瑞咪瑞咪咪瑞哆瑞咪瑞哆哈，瑞咪瑞哆瑞咪瑞咪咪瑞哆瑞咪瑞啦，一共渣咪，一共烦恼加烦恼加，这是一个切分音，咪瑞瑞瑞咪咪瑞咪咪瑞很短，1/4拍，咪半拍，后面这个咪只有1/4拍，瑞咪咪烦恼加烦恼加。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早暝拢无困，再一次来，早暝拢无困来。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瑞咪瑞瑞咪瑞咪咪瑞咪咪瑞啦。这里呢，这里是阿母阿母阿母合起来只有半拍，停。阿母烦恼甲早暝，阿母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咪瑞哆啦，咪瑞哆啦，咪半拍无半拍困啦。阿母来，瑞咪瑞，瑞咪瑞来，阿母来，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好，前面这个来接啊，前面这个跟这2句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对不对？
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来，再一次来，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好，后面还有一句来哦，阿母无困，3摆拢无困啊。阿母想做闺蜜拢无困，哎，真的哈、做妈妈的就是这样子，孩子要出门啊，妈妈烦恼个拢困不起然后啊，后面的呢，人民人人民人，人民人人人，人民人民咪咪人多多，停，人民人人民咪咪人多多，2、3啊，后边这个困的哈，困这2、3有3把好来。阿母烦恼，甲拢无困，2、3。阿母烦恼，甲拢无困，2、3。哦，这一段可以说是这首歌的哈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你看，那无重要，那会唱3摆？哎，个即卖吼，咱点点讲的这个笑话吼，就赶快的讲，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你看，他说，伊讲阿母烦恼，甲早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啊，所以这3句呢，可以说情绪表达可以不一样，那你就自己设计一下哦，要记得的。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咪瑞哆啦啦，阿母烦恼甲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2、3的前面2次，最后一个这个困都是拉哦，低音的拉。第3次呢，哆啊，瑞哆哆，拢无困。好，我们从这个头一摆无困的改来连起来来。伊讲烦恼，甲早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停，好。啊，到这边呢，哈，这个就告一个段落了哈。接下来呢，哈，到了，嗦嗦啦啦，嗦嗦啦啦嗦，嗦嗦啦嗦咪。嗦嗦啦嗦咪嗦，哎，头路愈无用，头路愈无用，头路是后半拍，头路愈，头路愈无用，啦嗦咪嗦，啦嗦咪嗦，哎，这也是一个切分音，老师把它框起来，来，咱用连的来，头路愈无用。头路愈无用，好，后边呢，故乡 A 啊，其实这是一个四连音，嗦嗦拉咪，可是第一个嗦被这个营连走了，你看楼上有一条弯弯的线把它连起来的，头路愈无用，啦啦咪嗦。啦嗦，哎，这个嗦要嗦多久呢？哈，愈无，它故乡的路愈1、2、3、4啊，要延长4拍来。头路愈无用，故乡的路愈好，再一次来。头路愈无用，故乡的路愈3、4，嗦啦嗦啊，嗦啦嗦又来了哈，这也是一个4连音。第一个，来，接下来我们看什么？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阿母讲要看阿孙，阿母讲，其实你看这个啊是脚底下2条线，共是不是有2条线？中间这个母其实跟隔壁的这个切分音一样，是个半拍，只是因为它有滑音，阿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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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个音，所以我把它打成这样。这个今仔日4连音，第一个音不常来，阿母。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阿母讲要看孙，阿母讲这个切分音，嗦啊跟母要快啊，要快一点，2个啊接母要快，讲要久一点啊，母要长一点点，然后讲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哎，
我看伊又跟今仔日一样，四连音第一个不唱来，啦啦嗦咪咪嗦咪嗦咪啦嗦嗦咪嗦，我看伊头毛白白，头毛白白，毛后面还有一个嗦来。听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会了了，再一次来。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会了了。好，我们从今仔日来接，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首歌，你看这个歌谱最后一行了哈，我们要换页了。今仔日来。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绕绕。好，来，我们换下一页。目喙角笑文文来，哎呦，真的是阿母想到要看孙啊，所以就很高兴啦，看到也嘴角都笑的，然后笑的啦。是那说。拉嗦嗦，拉嗦拉嗦二三四五，拉嗦嗦，拉嗦拉嗦一二三四五，嘴角笑文文。好，来，我们从最后那一句来接的。我看伊来。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绕绕，嘴角笑文文。伊讲话人，伊讲欢喜，甲早暝拢无困。这一段我们就刚才都唱过了，对不对？伊讲欢喜，甲早暝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困。接下来间奏七小节哦，安尼第一段就唱完了。过来呢，七小节结束以后要反复。反复从哪里来？我们看一下，反复就好像呢，从头啊，感谢你一切为着阮又搁继续一直唱呢，又搁唱到呢，欢喜甲拢无困就唱到这边呢来伊讲阿欢喜阿母啦哈，叫阿母伊讲，伊就是阿母啦，伊讲欢喜甲拢早暝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困，阿母。这阿布后面第一遍的时候，这里有欢喜跟龙魔滚，可是第二遍没有，我们要跳后面因为它后面又接了两句哈。阿布欢喜跟龙魔滚，阿布欢喜跟龙魔滚就把最后面又唱一次来，我们刚才已经逐字逐句的介绍过第一遍了那我们就来反复的唱第二遍那同时呢同学有问题的时候，碰到哪里有问题呢，我们一边唱，请欢迎大家一边举手，我们就来大家再重复的练因为这首歌呢有些地方因为写谱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其实唱起来还好嘛来停停停，感谢你一切为着阮，辛苦无休困，天也袂光，就已经在穿早长哎哟，阿母哪会拢无困？想着你归故乡迄时阵，阿母提早开互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嘴甲人小招问。来，同学举手，谁要冲下？再来一次对了，因为这个呢，这一段字比较多，歌词比较多然后转音滑音也多这个，所以大家再来一次来。阿母提手回互阮，瑞咪瑞拉咪拉拉瑞哆，瑞咪瑞拉咪拉拉瑞哆，阿母提手回互阮，再一次来，阿母提手回互阮。瑞咪咪瑞咪瑞啦，瑞咪咪瑞咪瑞啦，教阮出外爱有分寸，教阮出外爱有分寸。再次，教阮出外爱有分寸。来，我们把两句连起来。阿母提手开互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阮只延长一拍。
哦，所以不是很长哦。好来，阿母摕手回予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嘴甲人相招问。来，着爱好喙，甲人相招问来，拉咪咧，拉咪咧，着爱停，着爱好喙，甲人相招问。这个着爱是后半拍，所以你一定要敲一下，无你唱起来都是怪怪来哦。我们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唱在节奏上啊！你如果直接就没有零呢，就爱好嘴歌啦，你也感觉怪怪哈。就爱好嘴甲人相招问。好来，阿母摕手回予阮来，阿母摕手回予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就爱好嘴甲。就爱好嘴来你看老师刚刚前一遍啊，这里这个半拍没有控制哈，所以唱起来是不是就觉得怪怪的哈？来，我们来再练习一次来，阿母摕手回予阮，教阮阿母摕手回予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嘴甲人相招问。老师在练习的时候，老师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碰到有问题的地方就重复练习。那唱得很顺的地方，那就不用一直练习啦，这样就节省时间啊。而且呢，重复的练习，甚至于我放慢速度来练。就爱好嘴甲人相招问，我把放慢速度放慢来练，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上手。来这一段，同学做这一段最难唱。好，来我们再来一次来啊，老师也是要唱熟，跟同学一样也是要唱熟来。阿母摕手回予阮，教阮出外爱有分寸。着爱好嘴甲人相招问，停伊目可红红，目屎腹内吞。伊讲阿母来，伊讲来，哎呦，把谱拉好来。伊讲烦恼，甲昨暝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阿母烦恼，甲拢无困。二三，头路愈无用，故乡的路愈远。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我看伊头毛白白，目尾绕绕，嘴角笑喷喷。伊讲看瑞咪，来，伊讲来，来，我们从嘴角来接来，嘴角笑喷喷，一二三。伊讲欢喜，甲昨暝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困。二停，阿母欢喜，甲拢无困。哎，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第一句这个一共就不唱了，然后把这个后面这两句阿母欢喜甲拢无困，阿母欢喜甲拢无又唱一次，有没有啊？然后就结束。好，来，我们从嘴角笑闷闷来接咧，嘴角笑闷闷，一二三。伊讲欢喜，甲昨暝拢无困。阿母烦恼，阿母欢喜，甲拢无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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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啊！这首歌呢，很可爱、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直说妈妈拢无困啊，所以呢，这个白冰冰女士啊，她在唱这首这个连续剧呢，明是豆腐妈妈的主题曲的时候，她把这首歌呢，这首歌原本是2013年杨秀慧的专辑有这首专辑里面有6首歌的主打歌阿布的《美丽与哀愁》。
啊。那在这个豆腐妈妈的片头曲呢，白冰冰她有重复的翻唱，要重新翻唱，她把它改成阿母哪会拢无困啊，真正嘞吼，哎呦阿母哪会拢无困伫遮啊，也歌名伫遮，哎呦阿母哪会拢无困，哇，伊把改名改做阿母哪会拢无困，然后她的最后一句呢，哈。最后一句呢，最后一句他就都唱阿母哪会拢无困，不是欢喜噶哦啊！最后这面这一句呢，阿母阿母欢喜噶拢无困。阿母哪会拢无困？哎，这一首歌呢，哈，哎，这个新旧两位原唱人哈，他们唱不一样的地方啊。这首歌呢，哈，听起来有一点心酸啊，有一点想念妈妈啊，有一点想念妈妈。哎，我觉得那个大家可能都掉下巴的是啊，这首歌原唱是杨秀慧哦，真正哦，秀慧这首歌唱的很好听哦，很好听，白冰冰女士唱的也很棒哦，欢迎大家到 YouTube 去欣赏一下啊，杨小姐跟白女士啊这两位呢的演唱，再回来学习这首民视豆腐妈妈的片头曲啊，就会更有感觉啊，更觉得哎不好意思，岳云老师唱的没有杨秀慧跟白冰冰那么熟，所以唱的不好啊，只是尽力的呢把歌谱跟这个味道给大家介绍啊，分享给大家介绍这首阿布的《美丽与哀愁》。同时嘛，是白冰冰女士重新翻唱的《阿母哪会拢无困》。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